日係12月7號，就星期日，咁係一個非常重要嘅日子。除咗係香港投票之外呢，1941年亦都係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嘅日子，而開展咗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場。第二日呢，就係10月8號，咁就亦都係星期一，同今年一樣呢，就由呢個深圳日軍由呢個深圳呢度就嚟咗收晒嚟香港，首先係九龍半島，跟後失守。咁呢度前面呢個就係鯉魚門個軍營，即係今日個陸家村所在。咁到10月25黑色聖誕，咁就連港島都失守。今年呢，2025年係特別嘅意義，因為係世界反法西斯戰爭80週年。咁同埋係香港嘅安樂影片自己播放嘅慘痛的戰爭純紀錄片45週年。咁面對而家阿凡達火與盡，即係阿凡達3喺香港係火災停播，呢套呢希望可以係趁機去再播映。